来看高雄有民众发现厝内家具互糖酒害去，就找业者来灭糖。不过业者厝农药煞无讲，害厝主一口罩4个人中毒，4岁查某囝不幸过身。这个业者甲员工去年7月去互检方起诉，一审是依照过失致死罪判业者2年有期徒刑。厝内发现酒糖，不少人会找业者来处理。去年底，高雄一个4楼的厝主发现家具有酒糖，找4年的业者。业者使用极毒农药磷化氯烧气用熏的，致使厝主一家伙4个人隔天出现胸坎杂杂、吐才会中毒的症头，其中4岁查某囡仔不幸死亡。业者予高雄地方法院依照过失致死罪判刑。过失致死罪处断，审酌被告已明知含有磷化铝之农药好达胜具有剧毒性。不得使用于一般住宅内，及侦讯期间不得居住于该住宅内之事项，告知居住在该住宅内之人，造成一死一伤之结果。业者判2年有期徒刑，员工无法度证明知影，所以予地方法院判无罪。双方对于判决内容无愿意搁加讲。其他涂糖业者是讲，主体装潢涂糖大部分用喷的，因为用烧气熏的方式虽然会当快速有效，但过家电用品较会歹去，而且有可能拖去其他的所在。磷化铝啊，或用溴化甲烷这一种东西的话，是属于农用。农用的话是在于谷仓或者是在货柜进出口货柜里面做那个消毒。磷化铝是农业会规范的结构性农药，要有大喷农药专业证明才会使购买使用。动物专家提醒，磷化锂拄到水会产生磷化氢的有毒气体，致死率达到60%。它是这种剧毒的气体，它会导致缺氧、多重器官衰竭，包括呼吸衰竭、心脏衰竭、肾脏衰竭，然后会有生命的危险。伊所甲业者是讲，烧气熏的方式涂糖爱离开现场，结束了后爱3、5天才会使使用，互有毒的气体会当散去。另外，事后嘛会当用清水拭家具，也是涂骹，确保农药袂残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